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What's your QQ？ 这位小姐，一个人楚楚的站在这里，怎么没有人约你啊？那我是否有这个荣幸，能够请小姐你喝一杯呢？这怎么是你呀？你等一下，你不是说你去国外找你那什么男朋友啊？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被你男朋友……嗨，不说这个，这有什么好说的，对不对？既然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说说呗，最近过得如何？有没有兴趣咱俩去喝一杯啊？那不是好久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跟我说什么？你最近究竟怎么样？我啊，我还不就那老样子啊！谁说是那种事情啊？哪有一直有科学实验这种东西啊？我要是能遇到那么多，我不早就发了。哎，那你呢？该不会你在这里钓大款吧？啊，不开玩笑了，不开玩笑了。哎，那男的真的不管你了？我懂了，你不用回答我了。这种事情，还是很多见的嘛。毕竟我行走江湖这么多年，这种事情嘛，我还是见过的。我有没有做过？我当然是没有做过啦。你还真以为有成年少女会看到我有一个奔驰的钥匙就跟我回家啊？不可能的啊！啊，那你被骗，那毕竟那个男人是真有钱嘛，一时年轻气盛的，对不对？被金钱所利诱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不过还好，你浪子回头金不换，对不对？又回到了这里，怎么着？有没有兴趣和我回去啊？拿过来，干什么啊？年纪轻轻的开始抽烟了？唉，不要那么消极嘛。我当然要管你了，你忘了，我可是你表哥啊。好啦好啦，再怎么说，我们也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嘛，我总不可能看着你一点一点变坏吧，对不对？好歹我也啊，什么？喂，我跟你讲，你在这里每天这样子，很危险的。你哪一天，万一真的大款一个没钓到，不三不四的人被你那个，对不对？你可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的，那时候我也没有办法了，听到没有？哎呀，就这样跟你说吧，你是愿意在酒吧过夜呢，还是跟我回家睡舒舒服服的大床啊？放心啊，这个月的房租我已经付好了。我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哼，我什么时候不大方啊？啊，我从一开始和你一起生活的时候，我就天天想尽办法赚钱呢。
就除了你啊，你天天就知道吃喝买娃娃，还有什么去外面玩。那什么，家里那边裙子我还没有丢掉呢，那么多，你当时走的时候也不拿走几条的。我为什么不扔？我干嘛扔啊？那么费力气的。唉，不过啊，你那裙子啊，我稍微拿了几条送给别人了。哎呀，江湖救急嘛！再说了，那么多裙子是不是？我稍微拿2条怎么了？我还没有收你保管费呢。你别算了，别算了，别算了，不收你还不行吗？算什么东西啊？你的数学又不好。哎，行了，走吧，收拾一下，跟我回家吧。我跟你说，不光是我想你呢，我们旁边的室友都挺想你的。傻瓜，当年你不辞而别的时候，你以为大家都很开心啊？啊？我是开心了一阵子啊，你看看，你走了，对不对？你走了之后，就有好大位子，我以后再带什么女生回家，也不会有人唠叨我了。但是啊，不知不觉的，我就感觉有点寂寞呢。先不说什么沐浴露啊、洗发露啊，还有什么，我当时都蹭你的。主要还是没有人和我打闹嬉笑，对吧？我还是挺怀念有你这么一个人在的。不过又一想啊，既然那个男人一开始说不会负你的，你也愿意和他走，那想必你肯定很快乐吧？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去想你，我就想着你快乐就好。没想到啊，才过了多久啊？2、3年吧，你又回来了，而且还是在这个酒吧里面。这个酒吧真的是熟人一大堆的，真的。走吧，回去吧。别哭啦，我们又不是不接受你。什么啊？什么不要脸呢？你在想什么？哎，江湖规矩啊，这么多年下来了，被别人甩2次，不是很正常的吗？你有什么好担心的？行了，肚子饿不？要不先吃点东西啊？我请客，好不好？就当是我为你举行一个迎接晚会，虽然没有别人，就你和我。开心一点，放心，以后啊，那么多日子，有的是你哭的。哎，我要告诉你个秘密啊，我现在可比以前更混蛋了啊！我现在真的连马桶都不冲的。对啊，所以家里堵塞啊，我都是借旁边室友的厕所冲的。
那你回来了之后就都靠你了。啊，管家婆。嗨，放心吧，你那些什么洋娃娃呀之类的都还在呢。你那间房间我都没动过什么的，就除了几件裙子，而且那几件也是在你之前在的时候跟我说过，你突然之间发福穿不进那几件，那我卖掉也就那个价钱，倒不如送给几个美女，是不是？还有机会。啊，最后都没有了，啥都没有发生。他们好像对我也没有太大兴趣了，可能吧，就是看到我做的那种科学实验的广告贴在那个公寓的墙壁上，整个人就不太对了。唉，为了生活嘛，怎么着呢？也就这样了。好了，其实我真的挺想你的。欢迎回家，别在酒吧过夜了，好吗？大不了，在你还没有能力一个人生活的时候，我养你。说到做到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我答应过你的事情，我绝对会做到。因为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在我身边，不嫌弃，还和我一起吃过苦，一起流过泪的女人。至少那样的生活，就你跟我体验过。无论我怎么风流，无论我怎么混蛋，和别的女人没有过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一辈子，一起幸福快乐的过下去。打住啊，打住啊，不要哭。好了，来吧，回家啊。家里很温暖的，就算不温暖，这不还有我吗？啊，让我抱抱你，这样子总该暖和了吧？哎，你带钱了没有？我好像今天没有带钱。那个，这个账单你结一下呗。亲爱的，这次音声怎么样？喜不喜欢啊？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我哦，还有点赞。对了，小九近期呢开启了频道会员在 YouTube 里，如果
你愿意加入的话，可以收听到专属的音声哦。